角美不美？美。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，也表示感谢。金三角金牌它是属于70%的一个重量，以主盘成立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。哎，你说那个啥子呀？上不上去？那个都是上上去。进入寺庙佛堂时呢，大家就把自己的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讲啊，由于北传佛教给佛教进入中国以后，跟中国的中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。我看寺庙的时候都看到中国的建筑是很对称的，大厅进入大雄宝殿，中轴对称，两边相反，左边有什么，右边有什么。中国人讲究一个平衡，对吧？讲究，然后正殿在这边，佛堂什么释迦牟尼佛呀，什么弥勒佛呀。但是东南亚寺庙呢，它不一样，它的整个修建，它没有等级之分，它整个格局都是根据地形地貌随意发展。但是真正的金三角在哪里？就这个核心区。金三角早在200年前。这个就是金三角的历史啊！我只是趁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讲，金三角早在200年前这3个字的来临，是因为在老挝、泰国、缅甸交易，从这里到西双版纳，就得到了长治久安，所以说，未来在每个国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，形成联合，保一方平安是个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所以说，我们把这个船拉在这里呢，供大家中国的，特别是中国人来参观、来了解。每年到了一些清明的季节呢，船员的家属呢，有时呢也在这里摆一些鲜花，也表示纪念，因为在这里发生这个事情是让人很揪心。三角美不美？美。都应该知道，李密带领国民党的旧部，由于国内战争的失败，撤退到东南亚这个地区，由于国民党在国内战争当中的失败，然后呢，在东南亚地区呢，由于他是正规军，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呢，我去过我们的河对面，刚才我们走河边过的时候，对面有一个叫满心别，就是婚纱的老家和美斯乐。美斯乐这2个地区呢，是过去国民党后撤以后介绍。由于今天呢，因为要启动这个文创馆的设备呢，要花1个多小时，所以说呢，进去以后呢，有些场馆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是吧？那么图屏在哪里呢？我们经常说的图屏在哪里呢？我们这里有个投影，打开以后呢，整个画面呈现在你面前。世界3大图屏生产基地，第一，金三角。告诫我们的客人，告诫游客，这3个区域未来你进入以后，曾经就是有图屏的地方，要注意。第二，中亚，对吧？大家知道，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一带啊，称之为。